甲一般年轻壮年因为情绪甲压力造成急性的失眠无同，老年人的慢性失眠因为褪黑激素的浓度降低，甲困眠的结构改变，深睡期的减少，容易有困眠的障碍，而且慢性的失眠嘛甲一寡疾病有关系。对此，台南市立病院推出中西医的联合诊疗，希望借由正确的辨证用药，改善患者失眠的问题。那中医的话，可以搭配西医，去做治疗。那中医治疗的话，它可以帮助减轻安眠药的副作用，像是头晕啊、嗜睡跟记忆力下降等等。那同时，它也可以就是改善安眠药的戒断症状，就是让你可以慢慢的减少安眠药的剂量，也不会出现反弹性的失眠。所以中医跟西医一起合作的话，是可以有效改善病人的睡眠品质的。失眠主要可以分成就是入睡困难、浅眠易醒跟多梦这几种症状。那入睡困难在中医主要是跟焦虑的情绪有关，所以我们中药会使用一些疏肝解郁的药物，像是柴胡啊跟龙骨牡蛎。那浅眠易醒的话，主要是跟肾阴不足有关，所以中药的话会使用一些滋阴清热的药物，像是阿胶、知母跟酸枣仁。那多梦的话，主要是跟心火旺有关。那心火旺的话，会使用一些可以清心火的药物，像是黄连、莲子跟百合来做治疗。医师表示，因为有不少人会烦恼安眠药的成瘾问题，不但会愈吃愈重，而且会有头壳晕、日时倦怠、嗜睡等副作用。因此，透过中西医的合并治疗，不但会用降低安眠药的用药，嘛会用借由中医来改善个人的困眠品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